平安，平安，老师。嘿，时间到吼，咱先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寒冷的天气内底，阮会当透过网络来自习今仔日所要查考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38节的经文阮要做伙来伫遮来领受你所要甲阮讲的话，阮对三个角度来查考，也讲求主你的圣神赏赐阮有你智慧的圣神的同在为着阴暗的自责来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伫咱的经文内底吼，剩的25节到38节，拢总三个段落啦吼。这三个段落咱要甲来今仔日来完成安尼啦吼。咱要先对25节到28节来看吼。第应该是即规章内底第7个段落，就是咱今仔要讲的第2个，伊咧讲着无花果树的一个咱讲上顶啦吼。甲上落尾就是讲34节到38节咧讲着敬献祈祷吼。对21节开始，耶稣咧讲着伊要降临的预言啦吼。我有甲咱讲过，讲咧讲着耶稣基督搁再来，也是讲耶稣甲人的关系，基本上爱对犹太人的婚姻的概念去讲啦吼。伫经文咧讲着耶稣基督要搁再临的代志，就好若亲像讲，男方甲女方讲好婚约了后，男方倒转去准备迄个新娘厝新娘房间即个老爸爱负责去所以耶稣讲迄个日子、迄个时间无人知，含天使嘛毋知，含囝嘛毋知，只有爸知。所以讲，厝若起好的时阵，老爸就讲来哦，行哦，起好啊，全的哦，来娶新娘哦，迄个时阵才是迄个时间到。即个要娶新娘的过来，即讲耶稣所讲，我的老爸有济个房间，若无我要为着恁备办备办好势，就要倒转来带恁去。即个就是新郎咧带新娘的迄个关系啦吼。所以婚约讲好了去做备办，备办好势了，就是咧讲讲人子搁再临吼伫今仔日即段的经文短短25节到28节，耶稣所咧讲是讲，搁再临的上顶也是讲迄个兆头啦兆头吼。咱的台语的经文翻译做讲，迄时日月星会显出兆头，有一寡上顶会出来吼比如讲伊种地上万民的，因为海燕花花草会惊吓不安啦吼海燕是安怎会花花草？前无偌久，日本发生地震又搁有啥物诶？有搁咱有讲海啸，海啸全世界拢甲叫做苏拉米啦吼，就是照日语安尼翻译过来吼迄个海燕花花草，所以伊咧讲着是天灾啦吼，天灾第26节嘛是若是咧讲讲世界顶要发生诶代志，惊甲昏去吼。因为天顶的光体拢会摇拽，即个咱讲着天灾、天象的变化安尼啦吼。当然，你若搁对启示录去看的时阵，咱就会当看讲有足侪伫末日的即种的启示迄个预言啦吼。咱要对即个经文来思考啦吼。讲耶路撒冷伫要陷落毁坏，这咱前边有讲着这是另外一种的讲法。另外一种是咧讲着耶稣受难了后，伊搁活然后上天了，要搁再临一个预言吼。即两个情形拢真有可能是啦吼。当然
较大多数的人较赞成是伫末后主耶稣搁再来的一个角度安尼吼。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拄则讲，大部分拢讲到迄个天象就是讲大自然的改变啊，日头都忽然间无去啊，变乌啦迄个伊讲光体嘛会摇转嘛，迄是26节所讲的吼。所以遮有一寡调查会出来，但是迄个日子近了后，咱要安怎？应该是讲咱毋免去烦恼啦吼，咱有备办好势的时阵，啥物时阵到拢无要紧啦吼。调头其实伫圣经内底时常出现，比如讲，咱咧讲耶稣降生的时阵，东方的博士所看到迄个启明星，迄就是一个调头有真侪星伊拢看会到，但是有一粒特别的星，就代表讲有王要出世吼，所以迄种的调头，所以咱知影讲，因会晓看，但是伫犹太伫即个耶路撒冷内底，咱讲的希律王伊就袂晓看吼。共款的调头有出现，但是有的人就看有，有的人就看无啦吼。但要即个调头，当然毋是要甲咱讲你着爱会晓去看即个，咱讲观星望道啦吼，就是干像咧看即种天象咧相命安尼吼。咱咧讲的调头，其实新约，咱无偌久之前伫拜三的查经咧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即个新约是一个记号，记号嘛是一个调头，就是讲，一个有迄个上帝的脚迹伫迄个所在，人所看会到的吼，人所看会到，会当去感受会到吼。即个调头要爱互咱知，但是毋是咧讲你知影了后，也是讲你大概约会出来，也是讲你会晓看。比如讲有真侪人都咧问吼，即马着足侪的天灾人祸，咱讲战争啦吼，看起来足像迄个世界末日，是毋是世界末日伫要到啊啦吼？确定啦，世界的末日伫要到，但是啥物时阵咱毋知影，咱毋知影。咱知影迄个大概的概念，当人也咧乱，当一个大自然也咧乱的时阵，免惊袂有一天，迄个末日一定会到啦吼，一定会到吼。但是你无需要去讲着去看倒一日吼，咱要看倒一日的目的到底是啥吼？咱知影相命看日，民间宗教上熬啦吼，但是无一个人是看会准的吼。我的客爸是一个牧师啦吼，伊的囝婿是一个将军的囝吼，减我几岁啊尔吼，我会记伊要结婚的时阵，伊的老爸无信主嘛吼，伊就甲讲吼，你选迄啥物日子啦，迄无好啦吼，你毋知伊安怎？伊带我去买几若本迄种黄历吼，就找着一本讲，即个共迄工写好日，给伊老爸看，伊老爸就只好接受啊吼。迄一个人，逐个人拢有家己的一套啦吼，迄讲袂定的吼。所以迄个调头毋是叫咱去看日算日，然后伫遐戇咧等，也是讲行伫遐等讲今仔日这袂当做，迄袂当做，有真侪民间宗教人是安尼吼。因去看遮个物件，就是讲我最近即个月我犯冲吼，所以我拢袂当做啥物货，连出外都毋敢出外吼，有即种的情形啦吼。所以其实毋是咧，互咱看即种的物件。耶稣伫即个所在咧讲的调头，是咧甲咱讲是讲，咱着爱安怎，着爱搁较勇敢吼。27节、28节伊咧讲遮个代志伫要发生的时阵，恁着爱举头挺身啦吼。所以颠倒爱勇敢着去行，也是讲好好活咧，咱讲要活在现在吼，活在当下，爱好活咧安尼吼。所以咱知影就是讲，圣经毋是要照着讲遮个调头，互咱去做一寡戆代志安尼吼。用历书3章20节、21节咧讲，天顶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火有分，即个烟条吼。
日头要变成做黑暗，月亮要变成做火，拢伫耶和华通行的日子还未到进前啦吼。这是一个条头，但是无一定是互咱知。所以咱会当讲，伫圣经咧讲，当迄个时间要到的时阵，看到人子，人子当然是咧指耶稣伊本身啦吼，带着能力，带着能力要搁再来要搁再来。当然伊带着能力，就照圣经讲的，伊伫上帝的正边伫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嘛伊得着权柄，得着荣耀，亲像咱伫迄个使徒圣经所个别的迄个信仰坐伫上帝的正边伊阳光拢是归伫伊啦伊这就是讲要爱互咱颠倒搁较勇敢来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来活特别因为伊的拯救伫要到是安怎讲？伫遮尔济的大自然的混乱，是毋是咱讲人祸天灾？这个中间，基督徒需要举头挺身。为什么？因为上落尾迄句话就是一个结论啦就是讲耶稣的拯救伫要到耶稣的拯救伫要到的时阵，就是咱要去立伫上帝的所在的时间啦所以基督徒着爱靠主，毋是靠着遮个条头，毋是靠看日子算命你真个时阵，你若问迄算命先，你也讲你遮个算你是安怎袂好个？伊讲天机不可劳泄啦伊拢伊咧讲诶啦伊嘛讲伊足准诶但是咱知影无人会知明仔载是会安怎啦额头就是讲咱莫淡头啦淡头表示无信心，额头表示有信心，表示咱知救恩伫要到，所以咱也毋免惊。虽然有真济诶代志咧发生，咱也无需要惊吓。颠倒爱因为有主诶救恩伫要到，所以咱着爱搁较勇敢来向前来行咱特别是属主诶人咱伫生活诶中间，咱颠倒爱表现出即种诶信心啦29节到33节咧讲到无花果树诶代志啦无花果树诶代志，其实伫圣经内底有几啊摆讲到无花果树一摆是讲到耶稣经过无花果树诶下骹伊巴肚枵想要食物件找无。结果伊就讲即阵明仔载就会死去安尼了就有人讲耶稣啦，这无通无互你食着尔，你着就做互死去安尼其实照讲就是讲，伊应该爱生果子的时间伊无所以讲咱讲伊迄叫做留伫遐无路用啦无结果子啦这是一种譬如就讲基督徒爱。会通结果子，若无就会去用剪除，好像耶稣咧讲到迄个葡萄树共款迄个话爱剪掉台湾话叫做生长啦就是要蔬果，还是讲迄个蔬那个树枝互伊会当营养会当集中安尼啦当然，即个中间嘛讲到掉头比如讲什么时阵应该爱补养，什么时阵应该爱开花爱结果子比如讲，咱即马台湾的农业技术即马拢加足好势有真济果子拢无照时间你拢买会着啦比如讲，你若即马去台东去佚佗大概是伫2月，你大概伫台东迄边就会买着迄个雪茄啦你听着这你毋知感觉怪怪无阮兜诶囡仔拢做爱食雪茄但是你若像因2月要转来我也袂去买雪茄互因食是安那，迄毋是应该爱出诶节季啦所以用真济迄个方法互伊改变树仔诶即个咱咧讲诶节气安尼啦当然伊上简单诶做法就是石光啦石光互伊安尼会通安尼继续有敢若像寒天无像寒天还搁咧热安尼共款
所以咱会当知影讲，其实正着耶稣基督所咧讲，即个无花果树譬如伊咧讲着自然发生的即个代志啦，吼。路加福音对伫医疗、对伫大自然的记载，其实伊不离趣味，拢会去讲着吼。咱嘛知影无花果树伫中东来讲是一个真普遍的一个果子树吼，果子树吼。题外话啦吼，无花果吼不是真的没有花吼。小可甲恁讲者吼，无花果不是真的没有花啦吼。好，拄则我有讲耶稣讲要食无花果树，巴肚枵食袂吼，迄个讲着迄个伊迄个照迄个时间爱结果子吼，但是伊无结果子吼，所以发芽本身就是一种预兆嘛吼，比如讲咱知影讲即个即马开始大概是樱花期啦吼，樱花期要开花进前会发生啥物代志？就是迄个树仔的叶仔落了吼，这是一种兆头吼，叶仔落了后，就开始布迄个圆圆的迄个花黄吼，迄个花黄，然后才开始开花啦吼。我想就是迄个果子状也好，还是花状也好，伊拢会有一寡自然的一个进程吼，一定爱发生的代志。那无发生的时阵，就是会变做讲，伊就可能开花开了无够，也是讲有诶开花开伤济，佮拄着落雨单落米落了吼，就伊诶结果子就较无吼。所以看到即种诶苗头，就会知，就是讲当无花果树开始来布影诶时阵，伊就知即丛树仔开始要会通结果子，就会当有收成等等才会。耶稣对即个人甲伊诶关系，人甲上帝诶关系，伊嘛捌用各样诶甲样仔会来做譬如伫约翰福音10章27节讲，这样知影我诶声，我嘛认捌伊吼，因会跟对我吼，所以会晓跟对，迄个声是一种诶象征，象征着伊诶各样诶人咧叫因安尼啦吼。所以讲10章就是讲。但是恁无是咧讲着遐诶选民吼，犹太教诶人，因为恁毋是我诶样，因无相信啦吼。好，即个讲着即个调头，耶稣是咧譬如迄个接线头前迄个原则诶概念咧讲啦吼。天甲地拢总会过去啦吼，天甲地拢总会过去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伫世间上所看一切诶物件，拢会无去。吼，有可能因为大自然诶四季诶变化，有可能因为天灾诶关系会无去吼。咱知影吼，有真侪所在诶山顶，拢会当去挖着迄个贝壳吼，是安那？迄就是地壳变动诶关系。原本底是伫海底，积甲变山吼，积甲变山安尼吼，所以。一切拢会改变，吼，毋是袂改变啦，一切拢会改变哦。无论咱人诶建设偌好吼，一切拢会改变。有一天，大地震发生诶时阵吼，你拢毋知影倒一栋厝会安怎啦吼，对。所以咱就知影讲，上重要诶是，咱着爱伫迄个信用顶悬来跟对主，因为主永远是无改变吼。诗篇119篇150讲，你诶话是我骹前诶灯，是我路上诶灯。会光啦吼，耶稣嘛捌讲过讲，即个咱世界会无去，律法也无去，咱知影一切拢无去，只有伊诶话袂无去吼，拢会阁继续存在啦吼。所以即个调头是一种诶尝试吼，比如讲，你若伫差不多热天诶时阵，看到迄个日头伫要落山诶时阵，咱看到啥物货？看到叫做火烧天吼，火烧天就表示安那，真有可能过几工风台就会来吼。咱大概拢会晓看即种诶天气啦吼。你若准有机会爱去爬山诶人，你若去像讲我迄阵伫家己咧木会时阵，阮一礼拜拢
几若工会甲兄弟姊妹做伙去爬阿里山吼。啊，过中昼时阵吼，阮就开始看，迄食中昼时，袂使较紧，食较紧走吼。啊，差不多2点就开始落大雨啊。啊，你若无较早走吼，你就大雨啊，你开山路就无好开啦吼。所以逐个人拢会晓看迄个天色呢吼。当时会变天，当时会安怎吼？逐个拢知，迄是一种调头，这是一种常识啦吼。你定定看生活伫迄个所在，你大概就知影吼，毋是讲伊特别高，这是一种安尼讲诶 common sense 吼。你生活伫遐嘛是一种诶能力啦吼。所以日头出来，日头落山，啊，有诶人真晓看迄个水中吼，也是水退迄个时间。啊，但是咱即摆嘛足够，因为迄个手机拢会甲咱讲，啥物时阵你拢查会着吼。啊，无你就问 Google 就知影吼。你像讲教育部要办一个4月份要办一个伫石门即边去看即个海象吼，迄个石头啊迄吼迄个活动啊，阮着爱去看讲当时退水因为水退了后才看会着，真水诶，即种石头顶悬有海藻安尼吼。所以咱着爱去看，会晓去，咱袂晓去看掉头则嘛会晓查咧吼。对，若住伫海边诶人，因着知影，大概几月日，几月是啥物时阵水是重诶吼，啥物时间水是退吼。所以咱大概生活伫迄个所在诶人，伊着知影，会晓看即个调头吼。真侪时阵，咱会去追求啦吼，追求迄个信仰，咱讲迄个叫做记号嘛，上帝记号。但是毋是拄逐个人拢会当得到共款诶物件吼，因为如果逐个人拢会当得到共款诶信者医治诶时阵，迄就无叫做信者，迄叫做一般诶医治疗啊啦吼。信者就是讲上帝特别诶恩典伫某一寡人诶身上发生诶吼。所以咱毋通去追求迄个，逐个拢有共同的领受安尼啦吼。所以咱看到迄个调头，咱就会通知；看到有人因为上帝特别的怜悯医好，咱就知影讲上帝伫遐吼。看到天气在变化，咱知影即个连咪可能会落雨，连咪会安怎吼咱爱学习安尼咱讲诶毋是真正去看即个天气啦吼，就是讲伫咱诶生活诶中间，伫信心诶中间，咱要安怎去了解上帝伫即个世代所要互咱诶一寡启示啦吼。即个是非常重要诶代志，所以毋通黑白去追求啦，毋通黑白去思考，就是讲你拄则咧讲，咱毋好去追求逐个人拢共款诶经验。逐个人对上帝领受诶绝对无共款所以无共款。所以较重要是领受主诶话真理，伫咱诶生命诶中间，诚做咱诶帮助。搁较安怎诶天气诶变化，咱拢会通来领受。礼拜日我会去讲到即个迄个凡事感谢，会讲到迄个食拜五上诶物件会去讲到凡事感谢啦吼。我想对伫咱伫准备迄个教会咧建堂即个中间，我常常甲咱分享讲无论出日落雨，拢是上帝诶日啦吼。伫即几工吼，虽然我较无去伫礼拜堂遐看我经过小可看一下，也是讲咱诶包厢伊会迄一寡相互我看吼。我有真深诶感受即几工毋是落雨吗吼？若照讲落雨，工程通常拢会停啦吼。但我知影就是讲包厢因嘛真紧急要较紧甲迄个工程来进度入起来吼，所以因着继续施工。因是安会当继续施工？因为雨无介大当然这是一个真大诶原因啦吼。但是呢，佮因为伊有落雨，落沙雨，所以咱迄个涂骹咱遐诶土坯用落来嘛澹澹呢这造成啥物结果？造成讲
当咱咧拆迄个礼拜堂的建筑物的时阵吼，比正常较袂营业。这是厝边讲的吼，就是讲我有去拄着遐厝边啊，因咧讲，是咧，虽然看起来有营业吼，但是吼，因为加载有落雨啊，所以吼较无遐严重安尼啦吼。上帝的应允袂改变吼，无论是安怎，咱拢是真正爱领受啦吼。上帝互咱的真理，较是重要的代志吼。这是无花果的果子啦吼，啊，伊就是布出来就是安尼啊吼，啊，第一个然后这个细粒的，这个一只吼，啊，然后这个就结果子啊，所以咱会叫伊叫做无花果啦吼。因为一般咱拢会看到开花才结果子，伊无这个过程啦吼，伊无这个过程，吼，啊，这是较俗的这个无花果吼。啊，这是啥？这是叫做火龙果啦，吼，火龙果吼。啊，你知影吼？火龙果吼，若一直开甲拢足济足旺的吼，啊，足济布迄个新意吼。我咧讲，迄个袂生果子啦，吼，都袂哦吼，这足趣味的吼，嘿，我捌朋友吼，伊就种啊，就讲吼，阮迄吼。迄足够生叶啊呢吼，一定袂歹。我讲吼，你若足够生叶啊吼，就袂生果子啦吼。你看即丛吼，无几叶哦，啊，这拢果子哦，这拢果子哦吼，嘿，啊，所以你着爱会晓看咧吼。你看这咱无几丛叶啊，但是伊营养有够，日头有够，伊着生甲目睭睭安尼吼。所以咱要安怎诚做一个会结果子诶吼？一个毋是好看安尼尔定啦吼，毋是好看尔定，所以咱爱安怎来有一个好的性命吼，好的性命啊，亲像耶稣所咧讲，咱本身嘛会当诚做一个信仰的条头，互人去看着讲，咱的性命是无同款的吼。伫咱的包厢有咧甲我分享啦吼。伫即几工，因为咧拆迄个甲公寓即边的围墙的时阵，因为下包咧咬即个围墙吼，无细致，砖仔吼去共倒过去人面家兜啦吼，要安怎？水管破去啊，人的墙围倒去啊，要安怎？当然伊袂甲咱讲吼，因为这是因爱收拾的代志啦吼。但是伊着伫迄个所在，着爱拄啊好有迄个机会，佮甲厝边伫遐来讲吼。咱知影，咱的包厢是基督徒，伊着用种足积极的态度去甲因处理吼。厝边嘛真欢喜啊，伊着讲着顺线换新啦吼。墙围人会佮甲用啊好势啊吼。所以一切拢平安无代志啦吼，拢平安无代志。所以咱要安怎用迄个信仰的上顶，互人去看着讲，咱甲一般的人无共款。我想这嘛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去感受到的代志啦吼。34节到38节，所以耶稣就继续讲啊，说恁家己着爱谨慎啦吼，才免因为贪食啦、酒醉啦、生活的挂虑，互恁的心麻痹，去到迄日，亲像罗网忽然临到恁吼。所以莫去麻痹啦吼。咱其实伫教会生活、信心的生活、信仰的生活中间，咱上惊啥物货？你知影？上惊迄种用英语讲叫做 routine 啦，就是讲咱即马新年要到吼，明年要计划啥？着照旧啦，着旧年看做啥，咱着继续安尼做就好啊。上惊即种啦吼，安尼的时阵，咱会无法度去想讲要安怎变化，着亲像今仔34节耶稣所讲的，恁着爱谨慎吼，才毋免因为恁的心麻痹。当然，咱袂去贪食，咱袂去喝酒，但是咱会可能会麻痹啊，因为咱感觉讲着安尼照常就好啊，拢毋免变化吼。咱若安尼时阵，咱的性命就会，咱咧讲的无活气啦，无活气吼。36节伊讲，因为迄日会临到吼，住伫全世界逐所在的人吼，拢迄日共款咧讲着末后的日子啦吼。所以
继续拢对头前迄个调头开始讲着亲像无花果树即个样式，咱看着伊应该结果子即个时阵应该做啥接续耶稣就讲着即段的话，咱来去追求伊的话，伊的真理，因为伊的话，伊的真理会通互咱来改变，咱毋通伫遐亲像34节所讲的，当心麻去，麻痹去，所以咱爱继续得到圣神同在迄种生命的改变，咱追求主的真理，但是咱无去追求偶像的崇拜。伫即几工途径的分享中间，也去讲到即个部分昨昏甲今仔日拢有去提醒到即个部分。咱爱真正努力去来求读圣经，明白上帝的旨意，用祈祷甲上帝有好的关系虽然咱活伫即个世界，但是咱无受到即个世界束缚。这是今仔日的经文所咧甲咱讲的。今仔日迄个每日读经分享就是讲，虽然你住伫即个撒旦的厝，但是你犹原坚定相信、坚定信心来跟对我表明迄个忠心所以不要与这世界一样这保罗定定讲的代志你毋好甲即个世界相款你着爱会当活出迄个活济的样式安尼咱踮伫即个世界，迄个日子拢会到。咱踮伫即个世界，但是咱袂当受即个世界影响伫即个世界有足侪角度的思考啦伫台语的翻译中间，咧讲着踮伫人主的面前，就是讲咱踮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咱所要面对的是伊的话、伊的教导，甲将来伊的一寡判断，还是讲灾难安尼啦伊讲36节讲着不时爱警醒祈祷，互恁有气力通逃避一切特别发生的代志。靠着伊的话，靠着伊的教导，咱会通来面对一切的灾难。这是一个咱讲蒙福的一个象征，也是就一个记号。如果咱无去追求捌伊的话时阵，咱就无法度去知影讲我伫这个时阵我要安怎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咱会用咱的情绪，用咱的人性来去做反应，通常就会有一寡困难甲问题啦所以咱着爱会通安尼伫日常的生活中间，亲像耶稣伫过去，伊就是去到倒位，伊就去伫迄个圣殿内底，也是会堂内底咧教示人咱就是爱去来听伊的话来领受伊的教导遵守伊的诫命安尼今仔日的读经的经文申命记嘛是咧讲到即个部分啦爱听主的话伫今仔日迄个东宁营囡仔嘛有咧背金句咧内底就原来有咧互因背亲像安尼的经文啦所以咱着爱谨慎爱警醒。耶稣伫克西马尼园伫祈祷面对苦难的时阵，伊就甲伊的学生讲：恁着爱警醒祈祷，免得入伫迷惑啦所以伫咱咧面对即个世界，咱咧讲真济物件安尼真假的即个情形，特别是讲网络遮尔发达的时阵，有真济物件，咱是毋是真正有去判断过？我知影有足侪人譬如讲咱传来的物件伊也无看无安怎，伊就去传出去但是你也知影讲，只要你有传出去的动作，迄个传出去的物件就代表你有认同伊啦。所以我通常人来传来的物件，我第一个无反应，第二个我会去看看，第三个我会若较熟的人，我就会讲即个物件有问题，你毋好传我大概会安尼去做当然嘛爱看人有的人无欢喜你去遐讲的对所以咱家己爱谨慎，爱去警醒，爱去做判断判断的标准伫倒位？毋是牧师做标准，是正着耶稣基督互咱的教示迄个教导来做标准来做标准安尼是
咱要学习的一个方式啦吼。但是就是讲爱警醒，爱祈祷，爱听主的话啦吼，爱听主的话。啊，咱知影吼，迄个忠言是逆耳的啦吼。有当时咱会亲像犹太人共款吼，啊袂爱听呢吼，咱着爱愿意听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吼。这是咱通常伫礼拜的诗会读圣经了后，通常会补一句啦吼，通常会补一句吼，愿上帝祝福去若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吼。啊，这当然是非常重要一个提醒甲一个部分吼。这嘛是基督徒所应该爱做的代志啦吼。好，以上这是21章全部啦吼，嘿，有问题无？还是有要分享的无？敢有？实际做过来即款代志，已经讲1-2年啊，是要咱搁继续等。其实吼，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就是讲有对于基督的信仰来讲吼，有几个角度去思考主的临在啦吼。你想讲主祷文甲咱的祈祷，伊讲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直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里。所以你毋免去等末日到的时阵，才会当甲主相见面。你只要愿意遵守伊的诫命，你就亲像活伫天顶啊！哦，主祷文讲啊，足清楚的吼。这就是有一个神学，就是讲叫做上帝国临到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吼，咱嘛免烦恼讲咱会等偌久呢？因为吼，咱的性命拢无介长。吼，咱讲实诶，咱诶性命拢无介长啊吼。我定咧想啊，阮爸爸73岁安歇啦吼，我阿公牧师伊52岁就安歇啊啦吼，伫古早啦，古早迄个时代啊吼。啊，咱会当活几岁，会当等几岁，所以我袂烦恼讲耶稣基督到底当时来，我要等待到当时。我袂烦恼这。其实圣经咧，甲咱强调就是讲，用英语咧讲here and now 啦，就是讲咱的信仰，上帝的同在就是现在，就是伫即个时阵。所以保罗迄个提醒，我感觉足好啦。恁敢毋知影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上帝有伫遮无？有啊，我着免等啊。吼，这是我的角度啦，我的领受人嘿，对。有无？拢无吼。嘿，咱爱学习迄个提问啦吼。嘿，不是提问不好，你有问题我们可以交通可以分享安尼啦吼。嘿，那牧师较无爱讲安尼，拢一言堂安尼吼。因为我较袂习惯去做迄种教授型的代志啦吼。我想咱会当对话，会当来问，会当做伙来进步安尼吼。较好啦吼。啊，是毋是？牧师有当时写毋着字啊，啥物你拢嘛会当讲，迄拢无问题吼。拍字拍按者吼，总是会有毋对，啊，你甲我提醒者安尼吼。对。吼，啊，我较望讲咱会当有一寡对话，会当做伙来分享。因为对信仰来讲，有当时每一个人的角度会无啥共款啦吼。对。好，搁有无？好，无吼，桂林敢有方便带阮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圣经里研读里面都知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所赐下的那样的心意。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常常回到你那当下的那个处境去了解，你那时候的心情。主啊，求你帮助保守我们，也能够更多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思想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来反省我们自己。主要虽然我们不足，但是求你常常帮助我们，透过日常生活里面的那些小小的体会或提醒，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在生活里面要常常的注意一些小事情，能够体会你对我们的心意。再次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样读经的时间，牧师的讲解，让我们能够学习在灵命中，在生活中能够更加的精进，让我们的信仰也能够更加的扎实。谢谢主耶稣，也求你继续的保守大家以下的时间，最近天气也比较冷，那大家要注意身体的保暖跟健康，把以下时间也继续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让我们有个很好的周末。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多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好。